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立法院今仔审查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国民党爱国防部支持定设国民党3800亿加恩的方案。总统赖清德表示讲，政府已经依法启动乒乓核电的停书，早起有反核团体是去立法院抗议民进党废核加恒的政策施压。中东战争引起能源危机，日本甲韩国股市大落，台股早起上最落上千点，是收盘落821点。来看立法院的外交国防委员会甲财政委员会今仔是开联席会议，嘛并按审查行政院甲国民党团、和民众党团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国防部长顾立雄伫会前是呼吁讲，望朝野会当来支持上周一的行政院的版本。也毋过，国民党的立委赖士宝伫质询的时是强调讲，国民党是无可能来支持1.25条的军购案，爱国防部长顾立雄就爱支持定设国民党3800亿加恩的方案，无国民党会只同意3800亿。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财政委员会23联席审查行政院版本，还有纳备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国防部长顾立雄伫咧会前就甲条约化话，行政院版本的考虑是上完整的，希望会当支持。不过国民党立委赖士宝当顾立雄的面讲，支持国民党3800亿的版本。不可能给1.25兆的。我们希望有一个规模性的需求来强化我们的国防。你要珍惜我的支持哦，这个东西，否则就是只有3800哦。我说这个 N 出现了。顾立雄强调，若是对美军购，就讲委托中科院研发的强劲飞弹，嘛是重要的防空战力。不过，赖士宝却颠倒要求讲，国内家己自制部分应该编列年度预算。民进党立委陈俊武说是要求国防部说明清楚，是安怎伫咧行政院版本当中编列20万架无人机，要放伫咧特别预算，不是年度预算内。我们现有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他们要看的是一个长单。这个长单要考虑到快速的迭代创新，但是要考虑到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国军的这个需求。顾立雄表示，目前台20万架无人机就当百面赢的，重点是咱国内会当家己生产无人载具。也拿国防部副部长徐思谦17伫咧美国出席 MQ-9B 高空无人机头一批交接的典礼，外界嘛关心 MQ-9B 当时会当转来台湾。第一批大概预计第3季。另外，伫咧陆军8军团步兵117旅发生步枪的枪支壳加小目登录的无符合检验8000发，顾立雄回应，实际枪支无任何欠缺，除了进行调查，详细嘛会请检调单位介入，为详细状况会个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表示讲，在核管法通过了后，政府嘛已经依法来启动乒乓核电的停书。外界是质疑讲，民进党的废核加恒的政策施压，早起有真侪反核团体去立法院抗议哦，因反对讲政府伫还未取得社会共识，就准备要停乓核电。也毋过，民进党团是指出讲，即马政府依法来启动相关的停书，无代表讲政府是要停乓核电厂咯。核安有疑虑。核安有疑虑，核废人无解，核废人无解。民间团体甲小党做伙发声表达不满，因为日前总统赖清德公开表示，核管法通过后，政府会依法行政。目前核电厂、核电厂有中期运转的条件，即马台电已经咧准备中期定书，等于伫台湾2015年5月达成废核加恒了后，搁再提起中期核电的可能。第一次参加社会运动，就是参与反核游行。那时候对我来讲很简单，就是不希望说我的孩子未来像那个车诺比核灾的时候，要承受那样子永久无法回复的风险。对我身为一个妈妈，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没有办法承担那样的后果。抗议团体强调，认同政府对应时势调整政策，不过核管法的修正，简单是提供独一核电厂可能重启的法源根据，不是要强制重启。如今直接进入技术全面讨论，跳过沟通，直接推杀政策，无落实社会共识等三大前提。那我们未来发电成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你可以想象。好，还有什么？你有钱也买不到。学者是分析，如今中东战争愈拍愈赢，搁再加上过去的无核政策，互发电成本付出真大的代价。能源政策应该要有久长完整的规划。台电的亏损是由民进党的党库来补吗？是由赖清德跟蔡英文来补吗？都不是，全部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依法来进行，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贸然的说或者说很快的去把它跳到说民进党政府要重启核电厂，我想这个是错误的解读。经济部能源署是表示，政府一直使用维持供电稳定、确保能源安全，佮持续减碳做核心目标，推动能源转型，佮伫安全、法制，佮有社会沟通的基础顶悬，谨慎面对核电厂重启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甲伊朗5个月前，美国四大指数是拢收乌，今仔亚洲股市嘛大落，日本的股市早起落超过2600点，韩国嘛落超过5%。台股今仔上侪嘛落上千点哦，是落到32000多点，收盘是落821点。台积电今仔上价是落到1785块，收盘是1810块。今仔新台币换美金哦，嘛落到32块外，换1块美金。台股伫今仔日8月开盘跳空大盘超过1000点，早盘上价北盘到32461点。不过，若是台股重盘，亚洲股市表现也拢无好。日本股市北重盘超过2600点，韩国股市北盘超过5%。专家讲，主要是受到比经济升悬，伊朗与国讲要反制有关系，造成市场紧张。就短线上而言的话，今天这一根大黑 K 跌下去，其实就改变了过去大概7、8个交易日，台股大概就在月线附近做横盘整理的一个状态，那基本上就跌破了一个整理区间的下缘。那假设这1、2天紧张情势没有得到和缓，甚至说油价再度的攀高到每桶110块美元以上，那不排除会有回撤前波低点，也就是3月9号低点到31500点附近。因为伫重点个别股票，半导体类股进前起的差不多拢盘大，包括南马科、华邦电拢是盘，宽达股台积电北盘到1785块，盘55块。因为油电电气类股三龙起停，台塑化基管行悬。塑化类股跟这个天然气股有比较强劲的走势，例如像台聚、亚聚，还有新天然有拉到涨停板，其他的话都是呈现偏弱的状况。那尤其像说电子类的话，之前涨得比较多，现在的一个拉回幅度也都比较深。股汇详细，新台币兑换美金汇率开盘31.99，早盘重盘1.38角，上价32.108。央行外汇局讲，市场强势无平衡时阵有立场调控。30号如果再跌破的话，你们就进场了。我们心里最关注的应该就是供需的失衡。每天是几块钱？我想过去这几天大概台币的价格大概在31.5到32之间。有立委统计3个月以来卖超过7000万亿。央行讲，这确实是造成代表这群盘的原因，所来继续关心供需是毋是有平衡，不过未收伫咧32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甲咱国58当邦交的非洲的友邦史瓦蒂尼邀请总统4月份去访问。咱国外交部长林佳龙今仔出席史瓦蒂尼文化节的时，是表示讲，外交部等个评估会阁交予总统府来决定。林佳龙嘛宣布讲，要成立英邦经贸办公室，要来强化咱国甲友邦的经济合作。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伫台湾读册学生表演传统的歌舞。史瓦蒂尼文化节起鼓了，现场有卖来自祖国进口的特色食物，也佫有手工艺品。外交部长林佳龙期待国人会使更加熟悉这个甲台湾有58年邦交的国家，嘛宣布要成立英邦经贸办公室，用公私协力的方式强化我国甲友邦之间的经贸合作。想采取的模式是一个政府跟企业结合啦，公私协力。那由企业来组织一个社会企业，那也会用同样的预算1家200万筹组一个龙邦经贸公司。Through the Eswatini Cultural Fair, Taiwanese consumers a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e high quality and unique products of the Kingdom of Eswatini. Products that represent culture, our people, our commitmen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对着史瓦蒂尼邀请大总统4月来访问，林佳龙佫一解讲，外交部当咧做详细评估，爱将评估的结果送去总统府，予总统府来决定。毋过另外一边，非洲国家喀麦隆最近主办 WTO 第14届的部长会议，煞打压咱代表团，予我国袂当参加，这是25年来头一摆的。台湾是WTO 的会员，我们过去以来也都是平等参与。这一次在非洲喀麦隆举办，他对我们的这个入境签证服从中国，
那矮化台湾。我们表达严正的抗议之后呢，他们也做了一些补救，不过这补救并不完整。他们另外发了一个邀请函，名字有一些错误以外，把所有人都写成是 miss 所以我们也再次对他们这种就处理的一种粗糙。也表达抗议。林佳龙讲，我方除了抗议刻不良的做法，嘛已经向 WTO 秘书处表达，未来申请主办部长会议的国家，爱先答应讲，会当平等对待台湾，会当符合惯例，甲 WTO 的基本规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今仔邀请陆委会报告，针对民众党立法委员李金秀中国籍的争议，陆委会是表示讲李金秀无符合立委的资格，所以行政官员若接受质询，就违法。民众党是准备要透过联合质询来要求陆委会主委邱水正上台，甚至国民党的调集委员廖先祥，佮请李金秀坐伫主席台来暂代调委，在场的民进党立委是无法度接受，要求会议暂停。他没有双重国籍，不要一直指控好不好？23透早，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调阅起冤家，民众党中国配偶立委李正秀为着卖互顶礼拜质询无人应的情形搁再发生，毋若抢头一个登记，搁甲陈清良、陈昭祖三个人共同上台。不过陆委会强调讲，敢若有合法身份的立委，才有宪法予因的质询权。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1条以及组织法第1条规定是什么？请主委告诉我。请邱主任委员回答有关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第1条，以及组织法第1条的相关规定。这边跟廖昭伟报告，我们陆委会是两岸条例的主管机关，包括今天的争议，我们也在依法行政。李正秀的质询专程由国民党调委廖先祥传话，甚至搁把爱伊做代理调委，引起立院的不满。昭伟不在，那我们是不是等昭伟回来，还是你先喊休息好不好？等一下时间，我们先让代理赵廖先祥、昭伟回到座位上。小动作不要这么多啦，小动作不用这么多啦。会给你。针对各台办伫个例会内底讲，两岸若是实现和平统一，除了互联互通，甚至还佫会当弥补台湾伫咧电力、天然气、原油等等方面的欠缺。不过，陆委会讲，这完全是台湾袂倒。中国大陆的经济下行那么严重，失业率那么高，外资外商撤离那么多，那么房地产各种产业如此萧条，他讲这个对台湾有吸引力吗？他说统一后嘛，我们就丧失了主权尊严，我们丧失了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你不觉得他这个提法是夏虫语冰吗？邱水正嘛提醒，中国竟用挺地台独的名义，持续对咱政府的官员甲民众做下境的镇压。未来恐惊嘛无排除会运用大家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甲对象搁扩大到无支持统一的民众。目前政治控制4年1月7日到今年的2月28为止，台湾人去中国失去联络，或者是调伫遐防清查，甚至防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已经有甲313个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前中油人制部的执行长齐汉，被指控收2000多万的乌钱。伫宣判之前，顶礼拜四伊破坏电子卡扣逃亡。今仔早起，高雄的桥仔头地方法院宣判，齐汉是被判25档的有期徒刑，褫夺公权9档。其他涉案的中油的员工佮有厂商，是分别被判7个月到8档半的有期徒刑。我们这个燃烧是没有臭味，只有燃烧。齐汉伫咧做中油执行长的时阵，几多遍接受媒体访问。伊自基层开始做，一直升到中油炼油部的执行长。验过检调查出，自2019年到2022年，伊本人或者是经过白手套员工甲厂商收钱，不法所得2160万。交到第二23宣判，判25年，褫夺公权9年。恶性重大，因而就徐汉所犯11罪，分别量处1年6月。到1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定应执行有期徒刑25年，褫夺公权9年。齐汉伫咧宣判进行时间，也就是3月19日，伫高雄南马溪的徛街出门了，沿路制造断点，遭到屏东的万峦，将电子卡条切断，人就安尼无去。23早起审判长宣判进行特别点名点3遍，确定人无够。徐汉经本院合法传唤，并未于今日上午10点到庭听判，因而另外涉犯刑法第161条之1弃保潜逃罪，依职权向桥头地检署告发。
案件经过3年多审理，有几多个员工涉案，像前中油的公务组管理员陈俊佑、前中油的经理黄永泰甲张子房等人。除了期限以外，被手头厂商一个涉案的员工，也被求刑7个月到8年，直到公权1年到4年，并且在纳税犯罪所得。检警即马发布通知，自陆海空全面封堵，希望赶紧甲期限领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彰化县园林的北高山顶，礼拜5有民众发现山岳道路有一个查甫人的尸体目睭各方挖出来，惊甲紧去报案。警警对查抓到4个嫌犯，其中有2个人涉嫌重大，嘛已经羁押禁见了。检警来到姓吴嫌犯伫彰化田尾大个所在抓人，另外一队人嘛将其他3个人甲抓起来。检警大动作具体，就是因为这4个人牵涉彰化园林北高山的一件命案。锁定涉案车辆，以车追人，循线将吴姓范闲等人查缉到案。初步了解，犯案动机已与毒品有关。自确定原因仍在进一步厘清中。这个月20，有人去园林北高山果子园要做工课，煞伫产业道路边发现有查甫人倒伫咧路边，面向下掉，目睭嘛向挖出来，惊甲破胆，赶紧去报警。翁仔某要去因的山坪，前工2工拢洗拢无，拄迄工2月2，迄工因发现着。阮遮面顶遐人去，因某讲到那哭动惊啦。警察调附近的监视器锁定涉案的车辆，抓到4个人。初步了解，姓黄的查甫人甲死者姓汤的查甫人，好亲像是因为毒品有起纠纷。若是姓黄的查甫人，因阿舅可能是一口气吞袂落，带着姓吴的查甫人等的人去谈判，煞了就动手啊。死者在20日下午被民众发现，本署立即成立案件，指挥园林分局侦办，循线拘提4名被告到案。检察官于昨日相验复讯被告后。其中张姓及吴姓主嫌涉犯杀人罪嫌重大。专案依照杀人罪嫌移送彰化检方侦办，其中姓张甲姓吴2个嫌犯，彰化地院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其他2位嫌犯是拢用3万块交保。若检警即马也搁咧厘清嫌犯的犯罪动机，也搁有过程，预计下礼拜要来进行解剖。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水上乡的公墓伫半暝着火，有2个消防队员甲一个替代役的阿兵哥在拍火因为爆炸受伤。消防局是表示讲，现场可能阁有锂电池灯喷射，环保局嘛在调查咯。消防人员甲环保局伫火灾现场，当咧进行调查的工作。嘉义县水上乡的18号公墓，伫23半暝2点的时阵发生火灾，赶到现场要拍火的消防人员，抓做的时阵煞互火势讲灭起来。造成2位消防员甲1位遇难受伤。到达现场回报为公墓杂草火警，公墓现场疑似有不明物质分布，造成涉水后已有明火产生意外，造成本局2名警消同仁及1名替代役同仁男性，分别年纪36岁、30岁及18岁，脸部及手部烧烫伤。初步的调查显示，火灾现场有人伫遮偷倒粪扫，这当中可能有禁水性亲像锂电池的物件，才会因为泉水引起火光灭起来。嘉义县环保局已经开始调查，毋若采用现场剩的物件，嘛要来追查偷倒粪扫的人。人员抵达现场，发现有持续燃烧的情形，那通报了环境部中区专业技术小组人员协助。技术小组人员抵达现场后，使用监测仪器持续评估中。原本是单纯公墓杂草的火灾，煞因为偷弹的粪扫造成消防人员的受伤。消防局就呼吁，化学的物件也是电子产品，若是拄到火烧，拢有可能会影响到救灾，唔通为着方便，造成环境的污染甲消防人员的威胁。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美国，因为国会预算卡关，国土安全部无摕到钱，有几十万的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安检人员已经几啊礼拜无领到薪水咯。有人都无去上班，嘛有人离职咯，嘛造成美国机场安检的卡手无够，旅客排队是排甲落长。美国总统川普是宣布讲，拜一开始要动员移民局员工去机场来协助，也毋过嘛引起真侪批评。伫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等待安检的人是排甲叉。若是迈阿密的机场，这个人嘛是排到机场外口。预自2月14，预算伫咧国会调车以来，伫机场做安检的运输安全局的员工已经真做是受害者，因无通领薪水，搁爱超时做工课，
若官方的数据显示，到今已经有超过300位的安检员是去甲死头路了，佫有大批员工请假去做线工。运输部长就警告，若伫即礼拜五进前，国会无要发薪水，这恐惊全部拢爱吊顶咯。 As we look forward to Friday, that's when the next paycheck should come. And if this Homeland Security funding isn't resolve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more TSA agents as we come to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of next week. They're going to quit or they're not going to show up. 总是在机场安检的卡手是袂使欠的，所以川普政府要来出奇招。自摆一开始，移民海关执法局的人会去用派去机场来斗三工。白宫边境沙防强调，只要移民执法训练的员工，虽然袂晓操作专业的电工机。 毋过会使负责一寡非技术性的服务，会当互安检的速度变更较紧。 Well, we're finalizing plans today, but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TSA does. It doesn't require like specialized training, right? Like you have exit lanes where people leave the airport. Now people try to enter those exit lanes. That's a security breach. Well, an ICE agent can maintain those exits. 川普政府虽然是出奇招，毋过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就烦恼，移民官若伫咧机场执法，可能会引起人权的争议。若目前各大机场的工会嘛开始来去募一寡粮食，抑佫有礼品卡来甲这基层的安检人员斗三工，所以这预算的问题都要赶紧解套。基层的人员有饭通食，国安的问题毋才有通解决。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 法国最近选出新的巴黎市长了，48岁社会党的格瑞格华以51%的得票率选赢保守党顶对手。新市长甲议员的当选人嘛伫巴黎市区骑脚踏车来庆祝。 社会党籍的甲瑞家伫当选巴黎市长了后，骑脚踏车前往市政厅。甲瑞家是现任市长伊达哥的前副手，是共党的。伊达哥因为伫巴黎开设几公里的脚踏车道，佮有封锁包括塞纳河烟花道路在内几条街仔路，禁止汽车通行来防恶热。 根据22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甲瑞家伫第2轮的选举轻松赢过保守派文化部前任部长达提。 Les Parisiennes et les Parisiens ont adressé un message à Jordan Bardella, à Marine Le Pen, à Sarah Knafo et à ceux qui ont œuvré en coulisses pour l'union de ces droites. Et ce message est clair, Paris n'est pas et ne sera jamais une ville d'extrême droite. 甲瑞家选赢，延续伊达哥12当巴黎市长，佮有前一任的左派市长德拉洛埃25当内的转型施政，将原本污染严重的城市转变做树仔青荫荫，有足侪脚踏车道，佮有行人步练区的城市。这届市政选举，传统左派甲右派势力有明确的区分，极右派伫蔚南海环城市尼斯摕到大胜利。Nous l'avons fait d'abord dans le scepticisme. Nous l'avons fait d'abord dans le mépris, et puis nous l'avons fait ensuite face à l'adversité. 马林列平所属的国民联盟伫几大的重要城市拼输，包括马赛、南部城市尼泊，佮有地中海重要海军基地讨论等。部分选民认为，这届投票拄到全球动荡，比如中东加沙战争，对明年的总统选举，法国敢会有大变化，表示烦恼。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仔早起去基隆来考察重大的交通建设，除了关心122档会完成的基隆捷运，针对邮轮产业的发展哦，基隆市政府讲，有民间的业者想要起流浪，市政府目前哦是乐观其成。接缆车是一个民间自提的促餐，那是否是乐观其成？那我们希望由民间来投资，投资后由民间来运营。那基本上会做从火车站的北站到基隆地标的附近等等。那这个总投资额大概是3亿多。市政府表示讲，民间业者提出的基隆西花流浪营运促产案，目前哦长的审议，这条流浪路线是按算要对基隆的火车头的北口到虎仔山，基隆的地标大概是300公尺长哦。也毋过有民众是认为，行路才10分钟的距离，有需要开3亿来起流浪吗？有支持者认为讲，这对基隆的发展观光哦会有帮助。该看桃园滨镇的国泰市场已经拍远将近20档了，这1楼是市场，2、3楼是徛街哦。虽然住户是有多次更新的意愿，也毋过有真侪住户拢已经搬走了，产权哦嘛是真复杂。希望讲政府会当来斗相共。
壁顶四界拢是地动逼起了后补起来的痕迹，涂骹嘛积水。这栋超过40年桃园平镇国泰市场的1楼是扒园的市场，2楼甲3楼是人家厝，目前有36户，6户是空厝，产权复杂，真恶途径。一个姓王的住户因为隔壁无人住，长期积水，害因兜的壁袂少拢生壁癌，甚至阁生菇。本来讲到地动是真烦恼。地震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当然会担心了啊！一摇晃起来就吓死了，就只怕塌了。也是希望可以都更是吗？当然了，都更了给新房子住有多好啊！都更困难的部分，摊商久了之后都开枝散叶了，然后几乎也找不到人，很多资料还有就是个人隐私的部分，我们是没有办法通知到使用权的所有人。都发局表示，根据内政部公告都市更新的条例，会当检视国泰市场敢是有符合现行划定更新地区的条件。当伊的比例是更新单元内所有土地甲所有合法建筑物所有权人拢爱超过1/2，而且所有土地总面积甲合法建筑物总楼地板面积拢爱超过1/2同意。市府会当协助办理公办途径的说明会。市府于今年已公告受理民间申请公办都更专案计划，后续可协助到社区办理公办都更说明会，并通知全体所有权人，持续辅导协助。住户自己讲，就算是降到1/2，要是无法度达到要求，因为受到个人资料保护法的限制，是真恶找到所有的所有权人，所以一直无法度有啥物进度，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嘛希望政府伫咧法令的部分会当有突破。记者综合报道。民航局开放对花莲县的寿丰乡到台东县的鹿野乡，会当来飞轻航机哦。也不过最近伫上乡的民众就常常看到轻航机飞过农田，佮飞甲真低，因为附近哦都有风景区，游客佮袂少，所以民众是真烦恼安全的问题。日伫地上碧龙大道，民众落到一架轻航机，为山边就开始降低悬度，飞到水田的顶悬，悬度差不多敢若3层楼悬。引擎也阁发出真大的声音，而且前旧年就发现有轻航机会飞真低通过。它都飞得很低，然后怎么讲？而且有时候会俯冲这样。根据民航局的公告，超轻型载具活动的空隙，花东唱国为花莲寿丰到台东鹿野，是会当提供超轻航机飞行活动的空隙。不过，敢若会当伫咧休困日甲固定假日的日时啊。而且悬度是飞伫咧1000英尺以下。这个民众休困日看到碧龙大道的景点游客真多，这架轻航机佫飞真低，感觉真危险。很多游客在那里，而且他这样转过去的时候，感觉一不小心可能会再跟那个树碰撞。民航局表示，因为这个空隙是超轻型载具合法飞行的范围，而且业者嘛有伫咧规定的时间来飞行，会调查是倒一间业者的飞行机，也佫有感受违反其他规定的行为，再佫以相关的规定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水尾乌蝶谷国家森林游乐区因为风台地动受到损伤，嘛已经关起来真久了。林保署是甲民间业者来合作，委托因翻新经营，最近嘛开始陆续开放了。花莲水尾封闭半冬的富源乌蝶谷总算是重新开放了，内底有宽溪，阁有宽山两个步道，顶悬阁有一个灵岩吊桥甲水墙，声袂少游客行脚到。这风景怎么样？走进去可以看到什么？可能瀑布了，什么都溪了，都蛮漂亮的。蛮漂亮的。第一次看的风景怎么样？对啊，不错，很原始啊。很原始。进来的舒服感度呢？很棒，很棒，非常好。富源乌蝶谷森林游乐园区总共198架，内底风景真水，阁有温泉。啊，伫咧93年，互民间来经营，煞拄断真侪摆的风台，也阁有地动，扫甲密密麻麻。原本的经营团队去年解约，要安怎互乌蝶谷恢复？地方真关心。富源蝴蝶谷这个森林游乐区是我们林业署18个森林游乐区唯一全区采用民营化的形式，那委外就是征求民间伙伴一起来营运的场所。这个地方它有大面积的一个樟树林所以它是一个进行森林浴非常好的地方。那它也有温泉资源，也有瀑布，那有非常完整的步道。这届林保署与会业者，就是花莲在地出名的饭店，有甲园区内底建筑，也阁有温泉的设施重新整理。不过即马敢若有带暝的人才会使坐接送车，有旅客咧怨叹。
像我就是从坐台铁过来，然后后续是自己叫计程车上来，然后他们的接驳车好像只针对住户那边。瑞穗的火车站跟光复的火车站，我们都有设置接驳站。好，那后续就是在这一段，相信对于就是出游上面应该是可以很方便的。林保署希望会当予乌蝶国开放，真做会当予旅客愿意搁行脚到的景点，希望予专业的团队来看。目前民众入去一届收费是150块，若驾驾驶搁温泉是一天爱650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的英語樹縣道輪迴有一段路，兩邊是種1900多丛的青仔，也毋過鬧風台北來，煩惱講這樹仔會倒，攏會成封路。有村民就認為這造成交通真袂方便，幫講把這個樹仔撤掉。之前是有開說明會，村民嘛有達成要撤掉樹仔的共識，也毋過嘛是有民眾幫講會當保留這條歷史大道。賽車經過雲林英語樹縣道輪迴綠色隧道，兩邊是種買2000丛的孟加拉青仔樹，不過會當看到長期的樹尾就等伫咧路邊，因為孟加拉青仔樹若是撞到風磕頭，就會長期歪斜。在地民眾是定情幾啊擺，希望會當耍載還是耍走。安全上最重要的啊！迄人車我都要過，迄人地地是最麻煩的呢。為了百姓安全一定好的啊。啊無，迄就啊透風，就加炸迄條路無方便，佫樹啊倒，一定往到電線，規整就講失電攏無電啊。啊，刷掉，在樹啊刷掉，你要刷到。啊，佫有在運動的，你要刷掉，你若要刷掉，當在運動的都袂掉。雲林縣交工局接到民眾足一擺定情，前幾工仔佇咧地方召開說明會，村民攏同意耍載還是耍走。交工局表示，若要甲孟加拉青仔樹耍掉，啊，佫有甲道路用好看，大概愛超過1000多萬，一旦經費到位，就會起稿。經費都相當龐大了吼，大概移除的經費可能要1-2千萬，那移植要移植那就更高了哈，移植可能要3倍的經費以上哈，那。加上這個孟加拉實在的話，引到哪個地方的地方都不歡迎。交工局表示，孟加拉青仔樹木材是算較脆，真夠長，為着安全，風台時陣就愛先預防性封路。經過地方召開說明會了後，會規劃耍載還是耍走。目前經費還無到位，嘛有無共意見表達，會繼續聽各界意見，找出拄仔好的辦法，把影響降到上低。記者綜合報道。車皮道燈最近拖到台南市區咯。伫台南林地新公里，有民眾翕到車皮道燈長的烏空西軟哦，有民眾騎車險啊去搞到車皮道燈佮累殘。台南市農業局嘛表示講，已經有加強巡查，會來阻止車皮道燈生拖。民眾佇老徛街翕到這驚人的影片，一隻2米長的車皮道燈，就佇厝後的空地做一個修真大坑，就驚車皮道燈佇遮愈拖愈濟。力量一透早就隨帶人檢提技師，請問大戶來學車皮道燈的修，看敢學會着能。伊的形狀，迄個生甲嘛生甲，迄個迄吼，迄大人囡仔看着攏真正攏會驚。啊，所以講吼，迄即馬攏佇路頂，攏不是攏3不5時啊，攏會照出來安尼。這2年越來越嚴重。對，我們有抓到好幾隻，都有交給里長，里長有交給農業局，處理掉。現在繁殖期更大。真的哦，對，很多啦。會安尼一大幫人來巡農地，主要因為這車皮道燈的問題愈來愈嚴重。車皮道燈過去本來攏佇3樓野溪這帶，不過豆豆已經拖去台南林地大甲里、義行里甲新公里遮。里長接到通報有車皮道燈四界走，甚至害人掉車驚發生車禍。在地里長就毋望政府通出面處理。大的綠鬣蜥哈，它就慢慢開始有這種產卵的狀況。那我們之前也發現過有民眾通報我們在那邊產卵的狀況，那我們去挖，確實一窩的卵差不多在30幾顆、40顆左右啦。台南市去年就掠26000多隻，不過也是嚴重影響民眾生活。農業局這陣採用對下晡順到過頓工透早，全市已經動員上報280人到入掠車皮道燈的工課。醫用的話，看無手傷就走啊，因即馬無共款，就是講。因會固定一批人伊遐巡，里鬣蜥伊暗時啊是站的活動力會較弱吼，啊是有甚至有當時啊用手會當掠着里鬣蜥，啊因安尼落來了吼，
一礼拜有抓5-6天，一天平均啦吼，但是抓150只。青皮岛顶是沿着三道野溪顺大牌进入社区，即阵以来有寡菜盒，嘛惊做青皮岛顶生态场所，在地希望掠这款生物开手爱紧，就惊变甲挖到收煞。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关心天气哦，气象署指出讲，拜三西南线会有2阵东北季风甲锋面，所以北部佮东部天气是无介稳定，会落雨。南部是好天，温度上悬是到30度。气象署嘛提醒讲，这2天早暗北部云林到台南，佮有金门马祖会有蒙雾，所以赛车、骑车都要特别小心。北部好天出日头，气象署指出，拜一北海花东半部、恒春半岛甲北部山区范式的陆地渐阵雨。若土灰以南是侪份好天的天气，过到南部山区较敖落雨。若温度方面，北部高温伫17度到27度，中南部上悬会到30度，早暗的温差会较大，民众就要看办事调整清查。在气温方面，跟昨天相比，应该是类似的一个情形。那在北部跟东北部、东部大概的高温是在27度左右，中南部的高温预计还是可以来到30度左右。那在天气上面是一个比较晴朗的情形。春天天气变化较大，气象署讲，这礼拜有2阵东北季风甲锋面小连续到位。拜三、拜四有头一阵东北季风通过，北部甲东半部的气温会变较低。宜兰花莲会较敖落雨，拜五天气较短和，不过拜六礼拜第2阵东北季风甲锋面会到位。北部东半部部分地区会落雨，气温嘛会变较低。整体上来说，在这一周是在周3之后会有陆续2波的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在迎风面像是北部、宜兰花莲气温会稍微下降一些，不过整体上降雨预估不会太多。那另外在前期要留意会有一些局部或是低云的现象。主要是在马祖、金门。气象署提醒，拜一、拜二暗时甲透早，北部甲云林到台南，阁有金门、马祖较敖大忙，民众就要注意交通的安全。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立法院今仔一场公听会，新北市校园杀人案的被害人的家属，伫公听会是批评讲司法制度无法度处理高风险的囡仔，害受害者爱承担责。伊主张讲，学生放记10支大过，也是讲摕刀仔去学校的学生，应该直接送中介学校。司法院是表示讲，少年司法制度是有改革的空间，嘛搁再向这爸爸回信的哦，强调讲，因会来检讨。新北校园挂暗棍的案件判刑确定，被害人家属杨爸爸认为司法不公，希望修正少年事件处理法，强化转介教育功能，要求建立健康分级导销制度。这份依据立法院定情，有真侪人到场支持。立法院日23特别针对国民转介教育条例草案开公听会，杨爸爸亲自到现场，希望用立法跟司法保障其他学生的受教权。你要给他们受教权，可是他真的已经做坏事很多了，你还要把他留在普通学校，我觉得那是错的，一定要有区分开来。这些比较特殊的学生，我觉得要特殊的学校去教。几乎一个学生问题的背后，就是一个失功能的家庭。那现行的法令其实对家长的约束其实是少之又少。长期伫咧做偏差少年辅导工作的资深校长讲，家庭教育无好是原因之一。对少年犯伫成年了，是毋是导销因的健康？司法院强调，方向是建立健康分级导销制度。情节最轻微的，然后其次是反复实施的，第3危害安全的，第4是重大社会事件，这4类条件起不同，最后还纳入要有审核的方案。立委希望对这款高风险学生的辅导甲关护，会当用国民转介教育条例立法。设立专职学校，教这个学生维护其他学生的受教权。由专责关护机关提供连续性的监督辅导措施会比较适合，而且如果成立专责关护机构，可以统合行政部门的资源，及早介入。是否应成立关护署？本部持开放并尊重司法院权责。是不是要成立关护署，专门负责辅导的工作？法务部讲有这个必要性，不过司法院是建议维持这卖制度。教育部是表示，应尊重司法院的权责。记者综合报道。
常常家己冲咖啡的民众就爱说你，有眼科医师就讲，有病人因为常常冲咖啡，目睭去吓到小开，造成目睭打涩，甚至角膜灼伤。医师嘛讲咖啡啉上过济，可能嘛有同款的问题。烧水呛入去杯啊，随呛起烧乎乎的水烟，工课做到一半，呛一杯烧咖啡是真侪上班族感觉幸福的代志。不过高雄有眼科医生收治一个患者，因为介意啉拄呛好的烧咖啡，目睭仁长期受到大量蒸汽影响，出现严重的大眼睛。疲劳，然后严重的异物感，还有偏光啊，就是眼角有破皮的现象，就觉得这么小的问题，眼睛也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医师甲陈小姐检查目睭，因为热气流破坏目睭仁的目屎脂一层，致使下骹水分层缩水，造成大眼睛。进一步酸痛感冒，服务近视的陈小姐视力甘达剩0.5，加在经过治疗了后，视力恢复1.0。医师提醒民众爱注意烧气对目睭仁的伤害，避免直接面对那个容器，避免直接对容器喝，或是偏着等它冷一点之后再喝，或者是喝的时候是侧个那个容器杯的时候再喝，这样来说会比较安全。真侪上班族惯习啉咖啡来提神，不过医师表示，咖啡只是延后疲劳感，而且咖啡二调，长期啉会互目屎分泌量减少，啉过量会影响目油的分泌，致使感冒的脂肪层无够，造成大眼睛或者是酸痛感冒。呼吁民众唔通过度依赖咖啡来提神。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就业金卡声真侪外国的专业人才留伫台湾嘛已经发出上千张了。有网络专家规家伙对西班牙搬来台湾，嘛有无人机的专家定定往来台湾，甲咱台湾的业者合作。数位时代，毋但要拼技术，嘛爱找人才。伫咧这场全球数位人才抢夺战当中，台湾继续推出数位领域就业金卡，为2023年5月以来，已经发出1124张金卡，变作是12个领域当中成长上紧的类别之一。其中的来源以美洲37%、亚洲33%为主。包括软体研发、人工智慧，还有资料技术等等专业领域。其实很多的国际友人非常的希望透过数位就业金卡的部分来到台湾，能够非常快速的、频繁的进出台湾，并且跟台湾的伙伴们一起来工作。有专家用数位金卡为西班牙一口罩搬来台湾定居，嘛有人唔免逐当拢咧烦恼讲要安怎申请工作签证。为着让国际人才更加愿意留落来，金卡持有人会当自由求职、转换头路，还有创业，而且纳入健保体系。而且有卡的人当中，有真侪人拢是下国企业的决策者。伫咧马来西亚出事的无人机公司执行长李显，为着要排除红色的供应链，选择咧咱台湾做生意，用数位金卡已经甲台湾的业者展开晶片设计，还有制作合作。有数位金卡的话呢，就感觉上会很方便，而且跟厂商谈的话，我就可以讲说，我是半个台湾人我也是很喜欢的，就是台湾的科技很发达，它不是好像那种很人造的发达，还是很有人情味。在台湾的这个经验就是会一直紧张，不知道这个签证会不会下来什么的，现在就可以很放心的把精神放进去这个创业。伫咧科技甲人情味共存的台湾，足侪国际数位人才选择伫咧台湾定居生活，就业金卡，互这阵数位精英伫咧台湾袂孤单，只有人才软实力继续累积台湾的竞争优势。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社寮高中的学生伫5月份要代表台湾去美国参加世界风力能源比赛，选手逐工是拢真认真的练习，唔但爱训练技术，嘛爱练英语那么做伙来为因加油。应该有撞到什么东西，声音不对。选手虽然已经准备真久，毋过一个小小的死角擦，嘛是会失败。咱投社寮国中这3位选手，一指导老师的带领之下，一遍搁一遍，一直练习。每一个选手拢有家己爱负责的所在，分工合作，忙至5月份全世界比赛，摕到好成绩。一开始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还好，然后到现在呢，觉得就是对这项比赛呢非常有兴趣，就想要一直去了解它。咱投社寮国中去年底摕到风力能源世界赛亚洲联赛的冠军，5月份搁要代表台湾去美国的威斯康辛州参加起位的风力能源世界比赛。其实社寮国中全校这42个学生
人少，资源嘛少，连这个风坑嘛是老师和学生啊家己斗出来，所以会当出国比赛是真正无简单。我们这一次测出来是多少焦耳 We test 15 tutors。这次收集出来的焦耳数在52.1焦耳，我们已经在 top 上面了。我有足大的信心，因为我始终相信，囡仔会当互伊去见我们的世面，那回来以后，囡仔一定会当开眼界。因为5月份要去美国比赛，是要专用英文来对答，所以学生啊除了做实验，即马嘛会主动和英文老师一线顶来练习英文，每一方面拢拍拼准备，望去美国比赛会当摕到好成绩，互全世界看到台湾。记者安英洲南投报道。来看中国医疗方面 ，AI 应用的发展哦，因为一个健康管理的 AI 平台，顶悬有上千个专科医师会当来提供咨询。也毋过专家嘛提醒讲 ，AI 是阁无法度来取代真正医师，所以参考就好。开始做妈妈的王小姐，甲翁婿做伙，甲翁婴仔换尿珠啊。翁婴仔每一个动作看起来拢非常的古锥，毋过若受淡薄仔顾样哦，这做爸母的人真正是会牵肠挂肚，就惊讲有任何的死角擦。因为即马 AI 发展，王小姐若咧摇囡仔有啥物问题，拢会问手机啊。因为我宝宝这周要打疫苗，我就很怕他有不良反应，比如发烧啊什么的，所以我就会问他，我说宝宝打疫苗发烧怎么办？因为打疫苗的发烧跟普通的发烧处理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嘛。伫阿福啊顶悬经营 AI 分身的上海东方病院的妇产科主任段德，伫咧社群顶悬有超过1000万位的买众，伊的 AI 机器人半当内底就和16万位的患者有互动。为着加强 AI 分身的表达，佮提悬医疗的正确度，段德伫咧系统内底饲真侪专科医疗的知识甲临床的案例，和 AI 去学。就是我的 AI 分身，就是我的 AI 智能体，它可以回答这个跟怀孕生孩子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讲，问他孕妇如何有效预防流感，他会调用知识库，然后给你回答。AI 代理医生是袂使开药单，嘛袂使代替实际治疗。若伫咧医疗院所看诊，大部分拢倒长的中国，即时伫咧线顶回答人的问题，会使服务更加侪病患。From a state point of view, from an industry point of view, there's huge demand at scale, and that operational pressure drives productivity and drives evolution. 不过 AI 伫咧医疗领域的发展嘛是阁真有挑战。若是 AI 代理医生无法度代替真正医生，而且 AI 的正确度也阁有个人资料等等的管理，拢是未来医疗体系数位化转型当中需要克服的难题。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